立根规矩，应得及时动身。我想禀明先生，明日一早登城，事之甚好，应得你一路要小心了。相公，我给这领章去了。师母，应得你还有何言相告？没有什么，应得师母，应得与我就坐下来讲嘛。可你兴奋不已，是为了何事啊？弟子思念家乡思念家乡，怎么离该委屈呀？师母，三辈，我真有一事要问你。师母与我请讲。三辈，来啊。
一个。